張徹喺方世玉與洪熙官介紹洪拳三路開始，攻至伏虎拳，虎鶴相迎，功夫片又踏進一個新嘅階段。練功、招數有根有據，來歷分明，真實功夫硬橋硬馬。張徹呢一部新片《南少林與北少林》又有新嘅突破。本片中詳細介紹咗螳螂，係銀幕上從所未見、至剛至猛嘅拳術，由苦練螳螂多年嘅羅網演出，練穿山甲。磨盤樁、疊骨功、四門交手，四門反身錘，猴子步，九步推，同埋氣貫三關、三步戰，羅網渾身是勁，扎扎實實嘅螳螂真功夫。仲有詠春，喺韋白從站樁練起，小念頭、尋橋、揀手打、轉身伏手、運手過位、攤手打、抱排掌、過位拍手、溝手過位、雙拳、去馬標指、插眼手、擒拿、標指，國追嘅二尾棍。江生嘅筲子棍、陸豐嘅掌、孫健嘅腿，個個身手不凡，全部硬橋硬馬，功夫巨片，嘆為觀止。